长按那个内容，可以全部选起，点按复制，啊，贴到 YouTube 频道社群贴文，YouTube 频道社群贴文有没有？全台湾的实名数，点按那个网址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从 YouTube 频道，YouTube 频道的社群贴文。哎，要贴文怎么跑到那里？频道的贴文，频道贴文，频道的贴文啊！哎呀，没有办法呢。